欢迎收看汤姆叔的频道，5分钟学台语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讲香烟 cigarette。好，香烟台语怎么说？熏嘛，好，熏一支一支一支的点，熏，好熏，好。那鸽子呢？好，鸽子叫做昏叫，好，昏叫。混嘛，好，我们常用八音7调来说明。昏，好，昏叫，好，昏叫，粉鸟是什么？鸽子，昏叫，好。那一份两份或者认份就是分，好，零分，好，一分、2分、0分，分，好。那再来讲一个国语比较常不会形容的哈，就是医疗。什么叫医疗？不是那个医疗，不是那个医院那个医疗哈。医疗就是凳子，长的凳子，又是长凳子，医疗好，医疗，什么是医疗？我看这个就比较像医疗，这个有看到，这个就比较像医疗，好。医疗，但是这个是情理啦，这不是医疗。医疗通常是那个木头做的哈，医疗好。那谈到医嘛，好，我们来讲医好，医就是玩的意思，好，医昂啊飘，好医，我们来玩医好，这个字比较难一点，医好，很英俊，好，这个人很英俊。缘投好叫缘投 ，OK， 这个人真英俊，真缘投，好缘投好。再来口红呢？口红叫胭脂，好胭脂水粉，好胭脂水粉，好胭脂好。那很丢脸、很漏气、很悔恨，要怎么讲？怨气。怨气啦，怨气好，怨气好。再来呢，香菜好，香菜就叫做芫荽，好，芫荽好，芫荽好。最后一个字好叫肚子饿叫做巴肚枵，好，巴肚枵。好，这个腰好，肚子饿好，你别再惊饿嘛，好，所以说腰巴肚枵，巴肚枵。好，这是今天的给我5分钟台语买通。